哦，芭比搞炸哈！哦，咱开始继续来读这个1652年到552年到1654年的这个补充资料哈。应该是1651年的11月开始哈。哦，咱已经读到算足无溜啊这哈。虽然禁止对台湾输出军备，违反者该旁船以及顶回讲这个旁船，佫在读过什么船啊？煞袂记哩呢？袂记哩啊，记哩歹。好，无做笔记啊，所以我嘛毋知吼。就是顶回伫咧大理大书店有查到一个词，什么船啊吼？我感觉伊佫有附图去看，这旁船啊吼。好，违反者该旁船以及船顶的货物甲现款全数没收。海员游玩是会找到机会大量来偷载军备去吸纳吼，因为持续欠课现款，无法度发放职员。这预期这个预，来我查你。如期吼，如就是进前盘过，如我做，这个词我毋捌听过呢。伫和合本就是写做逾越节啦吼。伫巴克勒版的圣经是写做盘过罪吼，盘过节啦吼，盘过罪吼，看你要安怎读吼，盘过节吼，盘过罪吼，如我做，我今仔日第倒看着吼，如啦吼，好，无法度因为欠课现款，无法度来发放职员如期未发的薪水，因此日兰野城的议会决定歪插巴达维亚当局的愿望吼。要互迄寡被废除的钱币重新来流通使用，按照总督府的讲法吼，要如此规定来禁止军币再去吸纳，是因为每一个 register dollar 哦，价值是51个 stuvers 哦，讲这钱币单位啦吼，讲每一个吼，伫咧吸纳会当加得到7个 stuvers 吼，就是你伫台湾遮换51个 stuver 去吸纳当换加7个吼，所以大概这个在诏书去迄边嘛吼。长官伫1653年11月17号的批示讲，福尔摩沙贸易又搁开始成长起来了。随后，搁写伫1653年11月25号的批示，伊搁较兴奋来报道讲，对长崎来的迄寡船只，总共载来价值1812000外毫吨的货物，这互日兰野城会当以运价达250万毫吨的货物含黄金去 Coromandel、Sumatra、波斯、班格拉地区跟马拉加吼，吼，也互台湾的商务人员得以载运价达42750毫吨的大配军去暹罗，含价达149,750毫吨的各种的货物去东京。以上是1654年正月的总督一般报告。
过来是1654年1月11号吼，前任的佛罗摩萨长官，这是最后一段吼。前任的佛罗摩萨长官 Nicholas Verberch 吼，就是真正的这个亏害足侪这个长官吼，亏害听有，亏害我嘛是足晚期才学到的吼，亏害。亏害可能是将军腔吼，我等下查，我先查这个亏害。无来，我查泉州腔。好，对，爱用泉州腔才错误吼。大理大书店是泉州腔为主吼，溪海吼，将州腔溪海吼，或者是老泉腔科海吼。三个规则，第一个是轻浮的动作吼，迄个人讲话真诼谐、诼谐、可谐吼，诙谐啦，安尼写汉字吼。迄人讲话真诼谐。第二个是表情动作吼，大花会可谐吼，行路另外有一个可谐吼。第三是过分，伊这写华语。第三是过分做作吼，就是极诼谐吼，极诼谐。过分做作，这几说敢若含即嘛使用方式，甲无介直接接近。我看嘛有，找台语有较现代的几说。KHEHAI 第5声。1957年，台湾语常用语类，伊行路另外有一个溪海，就是爱子哇米基欧，就是阿鲁库诺尼独特吼，独特我不要读。后壁即嘛不要读，所以这日语的规则我看无吼。但是拄则大理大书店有啦吼，有就是伊行路一个诼谐，就是有一个表情动作安尼吼。Dandish to particular nonsense。好，教育部书典就安尼规则讲，诼谐、诼谐吼，对应中文噱头、啰嗦、难以应付吼，这是我学到的意思啦。就是哇，你这样诼谐遮济吼，歹应付吼，对吧？好，就是即马。华语讲毛很多，龟毛啦，就是诼谐吼。但是当然含龟毛无介相意思吼。好，我为什么讲到遮啦？因为佮读到即个前任的佛罗摩萨长官吼 ，Nicholas Verberch 吼，诼谐特别多吼。讲1654年1月11号，这个长官已经到巴达维亚，要去遐报告最近伫佛罗摩萨所发生的事故。吼，荷兰的运币和其他一个贬值是要安怎讲？就我再直接用出台语做啊，贬值是落价哦。
哟。阮是讲钱无去啊。嘿，钱无去。找台语是定去。哦，我顶头这个袂记个切。Marinor Bandit 哈 Bandit 哈，这种这直接控制白了哈 Bandit 哈，钱保去就是拄则天勇兄讲的吼，伫台湾线顶输顶有一钱保去吼，钱落价，钱无价吼，好。变得钱保去吼，好，荷兰运币和其他保去的这个钱币会不断偷运出口，迫使荷兰热兰亚城当局，互丁银以1两换69个 Stuvers 流通使用，但是新仔人的头家强烈抗议，要求最上悬只敢会当以1两丁银换66个 Stuvers。这也造成迄寡为着头家工作的工人的新的反抗。咱进前，我袂记当时吼，这2天啦吼，这2天就读着讲，因即个运币吼，直保去吼，但是无讲原因啦吼。有兴趣去查查1651年，1653年，54年啊，53年、54年，这当中是为虾米发生这代志吼？好，但是新仔人头家吼强烈抗议，要求最悬只敢若1两丁银换66 Stuvers， 这也造成迄寡为头家工作的工人新的反抗，因为伫这个情况之下，因必须要对因的工资中被扣去3 Stuvers， 为了要解决这个欠课现款而造成的困扰，热兰亚城当局请求本国尽量较紧再现款来 Formosa。牧师 Jonas Baker， 是 Baker 还是 Parker？ 毋知是毋拍毋对吼。讲这牧师 Jonas Baker 被派去荷兰人接任1653年8月过身的牧师 Gilbertus Harper。无拍毋对啦，这是 Baker， 这是个 Harper 吼。结果这个 Harper 进前过来过去，即嘛过身啊吼，8月就过身。长官 Cornelius Caesar 吼，这是新任的长官吼，呼吁原住民去开垦迪加人附近的土地来。迪加人是倒位啊？即嘛台南安定遐啦吼，安定大家知无？台南市南平遮，台南市的南平，应该我无记毋对吧？南平遐有一个机场啦吼，哇，地图看袂出来，我看觅台南安定，查看觅台南安定，哟，结果我记毋对去啊。安定区是即嘛伫台南的北平遮吼，新市隔壁尔吼，新市隔壁，盐空的北平吼，台南市甲盐空的北平遮吼叫安定吼，记毋对去。好，即只讲叫做迪加人吼，所以长官死者呼吁原住民去。即个开垦迪加人附近的土地，若是讲事后有发现福尔摩沙人对此无兴趣，安尼有甘伫欠课粮食，伊将会允准公司的人员去遐来
种即个小麦吼，麦啊种麦啊吼。国人的驻军大概有得到这热病啊吼，算迄也个传染美国开始去传看。好，咱1651年到1654年的即个补充资料读煞吼，所以后一篇直接就跳对1654年啊吼。1654年2月27号到11月吼，这本就是新的一本啦吼。2月27，所以2月写2天尔，咱来看吼。1654年2月伫台湾的热兰遮社报，2月27号拜五好天，今仔日下晡变做迄阵 Whitpire 号，经过检查了后出发要航往巴达维亚，愿万能的上帝带领伊平安到遐。2月最后一天，1654年2月28，长官阁下亲自去督促吼，就是监督啦吼，去看迄座新堡垒的建造工程，算去监工就对啦吼。长官阁下亲自去吼，算台湾上悬位的即个官家己去监工吼，应该是去早看者尔啦吼。伊阁下伫个暗时啊，转来到厝地吼。好，结束。1654年3月初1，礼拜日，好天，敬拜上帝日子。好，过来。3月初2、初3、初4，拜2、拜2、拜3。哦，即本拢有写拜几啊吼。好天，透南风，收到对迄个牛港含牛港哈，歹势牛港吼，我记得是较早是应该是读做牛吼。收到对牛港甲即个打狗所寄来的书面报告，讲阮伫迄边的情况良好，人员健康。3月初5，拜4。天气悠然如以前吼。下晡，长官阁下由少数的几个人陪伴，即嘛即个长官叫做Caesar吼，凯撒啦吼。Caesar，长官阁下由少数几个人陪伴，佮载一厝对水路去Provincia。Provincia 就即嘛台南市迄个赤坎老家啦吼。去视察伫遐咧建造中的新的工程，该工程进展真紧。暗头啊，伊阁下转来到台湾吼。咱大家拢知影吼，即嘛是台湾就是治安兵去到位啊啦吼。3月初6，拜5，上午本城堡的法庭开庭，宣判几站干犯军纪的罪犯。天气悠然像以前吼。下晡寄一张批去淡水，互商务员Thomas Van Paren， 下底有注脚，我看觅吼。哦，下底是Thomas Van Paren 是 Baywick 人，1642年以海军见习生坐 Salamander 号到台湾。1645年升任助理，1647年升任下设商务员，1651年升到商务员，1653年热天去淡水担任迄边的主管。就是即嘛咱读到遮就是即嘛伫咧淡水主管吼。1655年4月转来台湾，成做议员，并且以商务员监督友好的仓库。1661年5月被派去和国姓爷交涉普罗宾西亚城堡导航的事宜。热兰遮城堡导航了后，伊转去巴达维亚，被法务议会控诉伊也需要来承担丧失福尔摩沙的责任，最后被宣告无罪。吼，这荷兰人对甲台湾拍无去吼。其实后来是算下吼，但是吼，
毋知啦，我毋知到底是毋是该发的有发着吼，看起来是无啦，所以迄个高野在则袂爽哦。联合伊是伊去出迄本迄个被围攻的台湾迄本书吼，控诉讲伊当阵呢，算是安怎甲台湾拍无去，就是直直救发出救，就是直直要迄个叫人派救兵来，叫人来插伊吼，就袂爽的吼。到尾等于叫因为安尼被处罚吼，到尾是其实有罪吼。啊，伊等于互咱了后出一本书写，即本书毋是用家己的名，伊敢若是写讲就是高野含董事就对，意思讲因规定人控诉啦。好啦，以后咱就有机会再来小解即本书吼。好，咱转来第四只吼，下晡寄一张批去淡水，互商务员 Thomas Van Baron， 主要内容是讲。几个月前都已经决定要派去遐，但是因为破病和其他的缘故，无法度处罚的中尉叫做 Jacob Bars。现在该党两个士兵对陆路要去遐接替蒋警官 Gilles Bowens， 担任归人要塞的军队指挥官。上述的蒋警官将来要按照伫遮所命令，踮咧淡水遐留用。也严令伊一定爱踮咧归人爱算爱收藏大量的土炭，以便毋若伫咧4月中要航往遐的小船会当满载转来，也要互阮计划伫咧船只到遐的以后，伫咧8月中要派去遐的一只便船船。这绝对是有啥物名写毋对去，我读到哪里？好。问题就是讲8月中要搁派去遐一只便船船哦，原来因为就是你伫遐土炭爱直直捡起来就对啦吼，爱有土炭就爱甲吞起来吼，毋是吞起来，爱蹲好啦，爱蹲起来吼，我用对啦，吞是抬起来吼，埋葬吼，蹲起来才是即个，就是迄个。华语叫毒兽哟，就是迄个储藏吼。早食即字好了。盾 ，TUN 第二声吼，开始。盾吼，我即字华语我袂晓读呢，即字是1万2万吼。千万迄2万下底啊，下底佫夹一个字，叫做夹一个足字，足吼，足够吼。即个华语敢若读我袂晓呢，毒兽哟。台语我会读咧，华语袂晓读。应该是盾。哦，盾吼，叫做盾吼，盾吼。啊，台语读做盾啊吼，华语读第三声，台语读第二声吼。盾就是。囤积好物起来藏，等起价吼，囤好。这是第一个规则，第二个规则是侪数人带做伙吼，囤贼，或者是牛走经囤查某。哎呦，毋捌听人讲囤人客吼，囤人客是多数的人带做伙，什么意思？囤人客，囤贼囤人客，这我无解理解呢，看无解有吼。第三个意思是多数的人集合做伙吼，比如讲第三个例句上规定人蹲伫街仔路吼，这会当理解啦吼。所以蹲的本来就是例子吼。好啊，所以伫遮吼是即个下即个命令，互迄个要去接任迄个中毋是，互即嘛即个淡水的商务员吼 ，Thomas Van Baron 讲，你爱囤迄个土炭吼，1、2吨就对啦吼。8月的时阵，佫要派一只便船船去遐，爱满载土炭转来遮吼，所以要囤足多。根据迄边内批讲，严重损害就是咁要倒去的迄间盐堡叫做 Victoria 吼。阮希望
就是迄边应该是淡水迄边啦，所写来批讲即个医保要倒去吼。阮希望讲抑个会当以较轻省诶，即个费用甲收理起来。对此也命令Van Baeren 吼，爱好好啊重新考虑关系迄边诶地方会议吼。虽然因为原住民破病袂当如期举行吼，但是也必须要耐心来劝勉因，一定要竭尽地方会议所定定诶义务甲奉献啊，歹势是奉献吼。奉献的关钱啦，奉献应该是垃圾金啦吼。即个捷径我是毋是读对啊？我已经查第6、7遍了，有啊吼。捷径吼，对，敢若读对吼。好，现在也无必要甲临时的探访团队 6CKS 吼，伊名叫做 6CKS 吼。升级做正式的探访团队，因为可能将来会派一位牧师去遐吼。好 ，6CKS 是会对主考写讲是淡水的学校教师，伊去台湾了后，因为牧师 Louis 的推荐，伫1654年10月进行做探访团队吼。所以伫遮虽然讲无要甲升，但是4个就升啊吼，即嘛3个，所以后个嘛是照升了吼。为啥无甲升呢？因为可能会派一位牧师去遐吼，迄时就会当命令即个 SIC 来接受考试。若是有啥物需要，阮就将尽力甲因的各种需用品用细只船来载去互因。根据阮所收到的消息，伫淡水附近有一座山叫做 Marianasburg， 下对主卡第4，我看是对一条山。Marianasburg 就是 Marina 的山 ，Berg 就是山的意思的款吼。荷兰语、德语可能是同安尼讲。Marina 应该是当地人的语言，可能是有诚信的意思吼。往即个红加音大台北古地图考定讲，即粒山就是即嘛台北的圆山吼 ，Marina。但是淡水呢，差遮远。根据阮收到的消息，毋过即淡水吼，应该是讲的是迄角位啊吼，整个啦，因为迄当阵规片可能拢叫淡水啦吼。根据阮收到的消息吼，伫淡水附近有一座山 Marianasburg， 就是圆山吼。迄遐的居民深信讲山里有丰富的我直接念吼，橡树甲即个樟树吼。樟树是应该是无毋对啦，橡树我都毋知我读对啊毋对吼。应该是啦，汉语基本原则是读做橡还是橡吼？大樟树的名橡吼，或者是橡，看你要读文音啊，文音吼。但是台语敢是安尼读呢？我看卖啊，我查一下台语大词典。橡树吼，台语大词典有绣橡树，橡树橡树。我看日文版有啥物解释？无。遐个居民深信讲山里有丰富的橡树甲樟树吼。樟树我看有别个腔口，因为我听来就感觉这是漳州腔的讲法。樟树，但你大说收做樟树。啊若甘义店呢？
哦，对，爱读章啦吼，我较早拢读章老嘛，章老吼，我读毋得去吼。嘛无毋对啦，章嘛会使，然后甘米底嘛是有章啦吼。但是一般白话音啦，拢读章啦吼，章老章秋啦吼，所以应该是安尼读较好势啦吼。Marino 章秋，好，台湾有章秋，这大家知啦吼，应该章秋伫台湾足接看会到的吼，而且吼，较早台湾是章老的这个全世界主要的出产，无算国啊，迄当阵佫无算国吼，迄当阵佫是大清国的一个岛尔吼，一个。迄当可能连省都毋是吼，伫大清，应该是大清的时阵吧，章秋就已经出口去全世界吼，而且伫咧全世界占的迄个比例足悬的哦吼。即我较早应该捌小改革啦吼，我袂去讲啦吼，就是迄当阵的差不多是即嘛即个塑胶产业的即个。意思就对啦吼，就咱敢若讲迄当阵的全世界塑胶拢是台湾遮出的吼，我当然拍就平啦，无真正到底是程度啦。但是咱敢若讲即嘛即个全世界即个较悬阶级的即种 IC 吼，拢 chip 拢是台湾出的嘛，台湾出产的。迄当阵就差不多即个意思吼。当然章老伫迄当阵的。用途就差不多即嘛，IC 迄即嘛即个塑胶啦吼，所以足重要吼。台湾伫迄当阵就已经有即个地位啊吼，所以台湾叫做章秋吼，这是应该，这应该是 common sense 大家应该知影啦吼。但是唱秋我都毋知，我连唱秋是做啥物款我都毋知吼。来我说 Google 一下吼。歹势无拄寻着去。哎呀，就是唱秋，就是栗子哦，冬栗啊，日文叫做冬栗，毋捌看过呢，讲实在。俗名叫做唱秋吼。好，转来日志遮，我无拄试出去啊。大家对，大家都袂记。好，讲。阮接到消息，讲伫淡水附近的一粒山吼，圆山遐的居民深信讲山上有丰富的橡树甲樟树，只要互遐的居民淡薄费用，就会当得到大批的橡树甲樟树。即个代志调查清楚了后，必须要将确实的情形尽量较经过陆路报告转来吼。最后，阮验定因必须要无掺。10块味，什么意思啊？必须要互相亲密相处。伊是写亲密啦吼，但是应该一般读亲密才对啦吼，就是汤里迄个密啦吼，亲密嘛吼。最后，阮验定因必须要互相亲密相处吼，就是大家斗阵爱较好诶啦吼。认真来为公司服务。真妥当来分配所有的粮食等等的物资，并且爱对意外事故爱提高警觉，好好防备。这是这张批主要内容，详细内容请参阅这个书信发送簿。所以即天3月初6就敢若小改一张送去淡水的批。3月初7拜六昨宣判罪犯，今仔日公开处刑，天气良好。
3月初8，礼拜犹原透北风，天气也袂歹，敬拜上帝的日子，礼拜日嘛吼。3月初9，拜日早起好天，但是又伫咧中昼透一阵强烈的北风，随个点睛落来，有3只帆船对厝地出航前往南方，坐53个人，载95担盐甲45袋家己要食用的米。哎呀，迄个船我阁袂记啊，毋知有人阁会记得无？咱进前前几工仔尔吼，伫咧台里大寿顶有看到伊有用一个词，阁啥物船啊，我袂记啊。来，我用卡找者。保存，啥物船？保存，宝船。我若听袂出啥，对一个宝。佮无传啊，是毋是讲这驳船哦，你驳船，你是讲接驳迄个驳吼？啊？是毋是讲这敢若毋是。袂要紧，咱用。今仔有第5个，我用汉字甲 wildcard 看觅。哇，8页啊！好，安尼先查一下你讲的驳船，看查会对袂？P wildcard 船 CHUN 第5声。哦，叫做白船的款，嘛毋是哩。哦，对，是驳船，嘿，芭比你记着呢嘿，接驳迄个驳船啦吼，钱仔形的帆船吼，有图嘛？对，就是即个无毋对，驳船吼。好，感谢。所以有时啊，复习一下吼。有3只驳船对遮出航前往南方，坐53个人，载95担盐甲45袋家己要食用的米。3月10号拜日，犹原透北风，天气寒冷。对新仔人听讲，伫偏湖发现一只驳船的残骸。根据因的看法，是伫遐失事遭难的。对伊所发现的几箱日本的外套等等的物件看起来，该船应该是对日本要来遮，但是毋知影船主是啥物人，看起来也嘛无人逃生得救，真可怜，剩一只船尔。3月11号拜三好天，但是有一点寒风刺骨，早起透着北风，长官阁下又阁对水路去 province 啊，伊阁下伫遐看到城堡的建造工程又阁大有进展。迄只高酒船高酒，这是用原文写吼，无反。迄只高酒船叫做亚佛罗摩萨号，也出航要去偏湖载石头来遮，但是约落伫中昼北风开始愈来愈大吼，迄只高酒船就被强风甲大影吹拍，压制了算伊的台啦吼，压制去，也失去了一个定，地cầu必须爱挖头转来港内暂时停止伊的偏湖即撮行程。伫即个当中，北风愈吹愈透啦吼，入夜了后形成暴风，而且天顶一片乌云，3个尔呢。好，因此长官阁下只好伫咧 provincia 来过暝。3个就暴风啊。3月12号拜四，犹原是透着强烈的北风，但是无昨昏遐尼强烈。毋过天气也真寒冷。约落伫咧下晡3、4点的时阵，长官阁下该同队长 Thomas Pedo 和几个老朋友转来到台湾，就是离开迄个
provincia 啦吼，转甲台湾。随后无久就落起雨，暗时啊雨停，就是因对赤坎楼迄边离开，转来安平遮啦吼。入夜的时阵，派驻避南的士官 Jacob Dusseldorp 避南吼，台东遐对遐转来到遮，伊是接到做军队遮所寄去的批，所以要转来长官阁下当面报告迄边的状况。伊报告讲，迄个地区的状况算袂歹，只是迄到位的原住民之间的就是严重的即个流行病啦吼。迄镜头看起来是长迄个麻疹吼，长芭比有沙。讲麻疹的各种讲法，你阁会记得袂？出片，其中一种吼，啊，阁有。还有啊，还有什么麻麻，就是伫家翻的迄款。哦，好，来，我出啊，麻，Marino 是麻，或者是。有人写台花刷顶，有写麻疹吼，或者是我看嘛，我记得昨你跟我讲的是什么一个，我煞袂记。我夹出去，我看卖，片，出片，我知。出片，对，而且大切，噔噔。一种食物的名啦，我煞袂记诶。你有用一个讲什么袂记是不是起青猫？哦，起青猫也会使算吼。出片毛。因来讲是荨麻疹，但是嘛会讲是。哦对啦，荨麻疹啊。起青猫 ，OK。OK。好，大家复习一下吼。讲即嘛伫台东遐吼，避南原住民当咧流行吼，即嘛大家小学啦吼，出片吼，真侪人因为安尼来死亡哇，迄当真严重哦。阮最近若先出片，就是规工仔就好啊吼。啊，毋过即个病痛现在已经大部分拢过去啦吼。就是无遮严重啊吼，俄罗上帝，因此看起来，经过一年了后，现在又搁会当行遍全福尔摩沙岛，四季拢袂讲搁行到有困难了吼。哦，400年前吼，1654年吼，无到400年啦吼，将军啦吼，380年。前荷兰人就已经讲，即马因会当行到全福尔摩沙岛啊吼，应该无啥可能啦。迄当中咱之前有看过因对即个迄啥物所在啊，就是要到回连遮，对即个苏俄啦，苏澳是咩那个苏俄哟，要到回连就行袂过诶。迄路根本就无法度行嘛，即全山，迄山直接插入去海里，迄当阵就无法度行嘛。好啦，当然只是较碰一术啦吼。好，咱继续看3月13、14。拜五、拜六，也是寒冷的天气，透着强烈的北风，有载一个북船澎船出航前往南方，坐155个人，载55担盐甲94稻米。到仔即马小拢记甲足简单的。3月15礼拜日，源透寒冷的北风，出外是好天，敬拜上帝的日子。今仔日早起约4点钟，阮感觉地动，持续相当久，而且强烈吼。因迄当阵住的厝应该是足简单的。哦，不，当然离人家城堡住的是就是迄个石头堡嘛吼。
应该算足用的啦。好，过来3月16。拜日好天，今仔早起长官阁下又阁行对水路去普罗宾西亚，暗头啊，就该动伊的同伴转来到台湾。3月17，拜二好天透北风。今仔日开始记下，开始记啊落落长。3月17拜二好天透北风，上午迄只。高尔就船又搁驶出港外，要重新出航一拢片哦。今仔日收到一张对中文翻译过来的批，是以前伫咧广州的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担任荷兰文翻译员的迄个新仔人，叫做丁瓜，对遐用中文写来互新仔人何斌和公关的。公关，伊是写拼音嘛吼，公关是即个丁瓜写来要互新仔人何斌甲公关的。阮对迄张批知影讲，伫7个半月前，丁瓜和2只荷兰船对巴达维亚顺利到广州。下对注卡我看伊安怎写讲Wagener 该动Shadow 第2次被派作代表前往广州。伊第1次是对台湾去广州是1653年1月20到5月初6。根据予伊的指令，伊爱去遐准备要派遣正式的公司书信大使就对啦去北京的宫廷要觐见满洲皇帝的代志等来继续读丁瓜和2只荷兰船对巴达维亚顺利到广州。因到遐了后，伊该同迄寡荷兰人随去拜访遐的2个主政者，迄两位殿下来赠送对巴达维亚所载来总督阁下要赠送互因的礼物。礼物有注卡讲参阅。苏耶格写互广州的塔坦的大王就满洲人啦，塔坦满洲人大清啦的大王啦塔坦达对此上孙2位殿下回答讲，上好还请迄寡荷兰大使爱上北去觐见因的国王，载一寡礼物去。赠送国王，即个国王应该就是指大清的皇帝伊来恳求通商，相信国王会批准通商。但是如果荷兰大使毋肯去觐见国王，安尼因就爱顺领因的船只和礼物无所收拾，来离开转去巴达维亚就是恁若无爱去见皇帝啦恁就家己做恁转去偏仔某做恁转去啦无法度和恁交易即个代志了后，丁官就去找几啊大官拜托伊去安那周旋写周旋去瞧就对啦拜托伊去瞧者则总算得到该主政者的符克。温存迄寡船只继续停留踮咧遐，但是3队呢有一个新来的荷兰人的主管毋肯听丁官的话那安尼还佫对澳门采用一个替葡萄牙人咧翻译的新仔人叫做 Jolac 来担任翻译员随后个丁官一直提醒讲。提醒迄个主管讲，伊是毋是知影讲，即个 Jolac 就是即几年伫咧破坏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的迄个澳门的葡萄牙人的仆人。伊敢相信安尼一个人会当肯定讲，即当中一定有
葡萄牙人的规格。虽然是安尼甲提醒，但是即寡警告对迄个主管犹原是无路用，伊还是采用迄个 Jalok。结果无偌久以后，船只都无法度，就无所收拾来离开遐，就是结果一场空吼，只好乖乖离开。而且即个荷兰人的主管也算放杀丁官吼，都无算甲死掉就对啦。采用即个 Jalok 做因的翻译员，因此是啥物人？因此，伊决定，伊毋知啥物人，应该是丁官嘛，决定认可来台湾嘛，无爱航往巴达维亚，为此来向该主管请求，并且得到许可，也摕到该主管写互此地新旧长官的批信，所以就带着迄寡批信，约了伫5个月前，就是迄寡船只离开了后，一个礼拜，该当新仔人叫做霍克尼奥和丁官坐一只篷船航入广州，要前往厦门，以便要对遐坐船前来台湾。但是因伫个斯威顿是啥物所在？荷兰文是写做埃塞，可能是埃梅的笔误。埃梅是啥物所在？但是因伫个水洞，讲是差遮济好，但是因伫水洞附近遭遇到海贼，若即寡书信被摕走吼，即寡批被摕走，因所有物件也拢去互抢走，而且丁官佫遭受身受3次的重伤，因此又佫转去广州遐疗伤。伊拍算等伤好了后，要来台湾长官阁下报告一切状况。这是即张批的内容，确实进行犹太时间来了解吼。咱阁转来看下讲，今仔收到一张中文批啦吼，是迄个丁官吼，用中文写来互即个新仔人吼，何斌甲公歌吼，结果荷兰人有读到即个，有接受到即寡消息就对了吼。长官阁下也收到一个名叫做新歌的新仔会仔生意人对安海写来互即个长官阁下一张批里写着讲，伊听讲公司想要购买大批的会仔，若是安尼，请写一张批交互伊的兄弟，就是炸即张批来的人，互伊知影讲，含伊做伙送来样品内底。有阮所需求的花样吼，就是互伊知影看要伫啥物花草啦吼，甲详细号单。伊拍算因新年了后无久，过年后无久，要亲自去板赛。板赛对主卡写啥物？板赛地名可能是伫景德镇附近吼，景德镇景德镇附近。因此，此处记载讲板赛真瓦郡。制造灰仔的所在吼，所以因拍算讲过年后无久，就亲自要去板赛吼，一个真瓦郡制造灰仔的所在，以便要去订制此地所需求的灰仔，早一日来载来去台湾。又搁写讲，旧年伊去过东京。又搁写是讲，迄个长官阁下所写的即个新歌，即个新仔会仔生理人所写的批款啊。旧年去过东京，伫遐还有一寡钱还未收回，因此伊拍算要派人去遐收回迄寡钱。东京是越南吼，所以恳请长官阁下对此地写一张允准伊为着即个目的派人去东京，并且去遐坐公司的船前来台湾的批，所以恳求。长官阁下对遮写一张批允准伊为伫即个目的派人去东京，即个写书含看无，交伊兄弟早转去吼。好，看无重要，我有平大看，写甲弯来弯去吼，足讨厌啦！翻译无应该安尼啦吼，因为汉文吼是无结构化的一种
文字，你袂当安尼写复杂句，你就是要安怎看有吼。啊，内底也无废去，无dot，你要是要安怎看有吼。即个错误，各位千万毋通犯这错误。你写中文毋通安尼写法吼。教好伊的兄弟早转去吼。今仔日有6只胖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355个人。我较早吼，读初的高中、大学当阵吼，就爱读一寡翻译字吼，理论性的啦，社会学迄种翻译字吼，啊，其实足侪翻了无好，你看无其实毋是你含慢嘛，嘛毋是原文写了无好，是翻了实在有够含糊，你才看袂你翻啥就对了。较早实在吼，就含糊，迄实在足无良心的出版商字吼，互人看无的吼。好，今仔日有6只胖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355个人，会对同记下吼。再有37,950斤的鹿仔肉，35,720斤的咸鱼，150斤的蚵仔，6,750斤的糖水，9,400斤福尔摩沙的锭，171斤乌鱼子吼，7,946斤乌鱼，这小读了，今仔日差不多啊。昨昏有2只胖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坐73个人，再来46桶精美的鱼仔，60担盐，29捆的粗纸，12包薰草，255斤盐，255斤油，700斤日本的薰草，150捆的茶棒，500袋空眼布4匹的端啦吼。也有一只小胖船出航前往片湖小木船吼，坐21个人，再有550斤糖水，50担盐，20袋家己要食用的米。好，今仔日读到3月17号吼，拜二。3月18甲读者吼，2纸尔吼。拜三好天，今仔日早起到渔船福尔摩沙号又阁无达成任务，转来到任务就是要去片湖啦吼，可一直无度通去吼，因为海上风影太大。来，看一下3月19。3月19拜四，天气如同昨昏，有5只胖船对西南沿海来遮，5只薄船吼，对西南来遮，坐164个查甫，2个妇人，再有28担盐，340斤油，877包薰草，5罐山水酒，12袋红米，120斤日本的薰草，400袋空眼布，680捆棒，20支条啊，26只山羊吼。这久无读即个技校，无读校谱啊。后手应该校谱啊，佫读袂了吼。这足讨厌，无像进前迄个特赛来吼，安尼写足侪故事吼。好，安尼今仔日读到3月19啦吼，剩7分钟我无去读啊吼，休困。后礼拜再个继续吼，咱礼拜四啊，就来看出死线吼。出死线咱读足慢的啦吼，但是学足多啦吼。好，我今仔日我看一下，OK， 最近袂歹呢，最近人客诚多吼。但是咱精彩已经读煞，过来毋知要读校谱啊，毋知要读偌久，大家较忍耐吼。好，但是你若肯忍耐吼，最后绝对是会得到足多吼，尤其是最后伊应该是写足多关系到迄当阵郭信爷来讲台湾的一代志吼，绝对无可能搁你记写，迄当阵哪有写通好记吼。郭信爷为台湾为敢若10个月还是11个月吼，为足久的吼。好，安尼咱今日读到遮，以后这个后礼拜再继续，感谢各位吼。田永也遮久无看你，真欢迎。好，来开放。